电源普渡特别到啊，宜兰县府推出环保拜拜的政策，包括超商、农渔会等等，拢总200外达代替民众收金纸送去烧。嘛，因为部分的民众对收金较有要求，所以县府也顺应信仰，而且请红爷去到焚化炉降落。庙头前有插旗仔，表明是代替收纸钱的地点。中元节特别到啊，因为祭拜的需求，收纸钱的量真大。因为安尼，宜兰县府推出环保集团祭拜规套的政策，伫全县市271个收纸钱的地点，集中到焚化炉烧。民众只要用手机扫 QR code， 就知影所有的收纸钱地点有6大连锁的超市、8个农渔会，还有39间庙。那在农历7月期间呢，可以鼓励大家到代收点来投放纸钱。那我们会统一在焚化炉做集中的焚烧。那我们这一次也请城隍爷来协助派发纸钱。不过，一寡民众烦恼这款代替收纸钱的服务会失去祭拜意义。县府表示，旧历7月了后收集的纸钱到焚化炉烧进前，而且城隍爷来净炉兼顾环保甲民俗。也若公寓大楼有集中普渡，也当甲环保局预约。安尼是还好吧，一般讲有没有方便？爱干嘛靠环保嘛？对啊。做法度的拢是拢趁节拢找用环保局来收的啊。民众最近几年愈来愈接受纸钱集中代替烧的服务，县府也继续推广改良纸钱，亲像推出较薄的纸钱，也是甲经机集合做一张纸，达到减量的效果。民众若有需要，会当向环保局提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